好啦，嚟到我哋嘅範文溫習系列，第一篇咧要同大家溫咧就係荀子嘅勸學。嗱，要了解荀子勸學到底講啲咩咧？第一樣咧，你就要了解翻荀子咧佢啲基本嘅哲學觀念先。嗱，荀子咧佢係相信人性本惡嘅，咁我哋生出嚟係有啲惡嘅根，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可以透過學習咧去改變咧呢啲本性對我哋嘅影響嘅。嗱，留意唔係改變個本性，係個本性對我哋嘅影響。咁於是咧，我哋能夠透過咧後天嘅努力去學習啦，去成為一個嘅善人嘅。好啦，嗱咁喺勸學呢一度咧，佢就講明俾我哋聽啦，一般人點樣可以透過學習咁，然後咧就成為君子咧？第一段嘅重點咧，其實就係在於佢話俾你聽啊，原來學習咧係可以令到我哋開悟咗個智慧，而且咧行為就再無過失。好啦，嗱呢一個嘅好處咧，其實係縱觀喺全篇文章咧，佢都會再提得到㗎。而同一時間就正係因為我哋想要開悟智慧同埋行為冇過失啦，咁所以佢咧一開始就話俾我哋聽啦，每一個君子咧，或者你想成為君子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真係要不斷咁樣去學習嘅。好嗱，咁啊第一段佢基本上用咗好多比喻論證啦，或者你可以咁樣記住，就係全篇文章其實主要都係用到一啲比喻論證啦去做推論嘅。咁第一段無論邊一個例子咧，其實佢都係話俾你聽咧，學習點樣可以令到一個人咧由一般人變咗一個係君子嘅。嗱好啦，嗱咁到第二段咯，第二段嘅中心論點，大家要記住佢啦。嗱就係講緊我哋原來係可以咧借助外物，咁然後咧就去令自己成為君子嘅。咁呢個所謂嘅借助外物善解於物係咩意思咧？其實就係話我哋去透過學習啦，借助咗外面嘅知識啦，咁其實就係能夠令我哋成為一個君子。咁好啦，嗱借外面嘅知識呢一度咧，其實就同一開始一句説話啦，同埋最尾嘅一句説話咧，都係相呼應嘅。嗱一開始咧佢就講到吾上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即係話我就算終日咁樣不斷去諗啦，其實都係不如我咧就係花一啲時間咧去學習嘅。咁啊嗱，咁啊荀子佢係咩人先？喂，佢都已經係一個大學者啦，係咪啊？但係佢就同你講，原來佢由日諗到黑，諗極嘅都係自己內在所有嘅嘢。喂，我真係走去學習啦，其實我就係將外面嘅嘢攞入嚟，輸入到去自己嘅個知識庫入面。咁當然喺外面學係好一啲啦。咁中間佢用咗好多唔同嘅比喻啦。咁其實全部都係一啲生活嘅例子，去用嚟增加咧對你喺生活入面咧攞到嘅一啲經驗，繼而提升個共鳴嘅啫。好啦，咁接住我就講到最尾嗰句啊嘛，佢就再同你講啦，嗱君子性非異也，即係其實一個君子其實佢生出嚟同平常人都一模一樣，只不過係因為佢後天借助咗呢啲外在知識環境，令到佢得以提升嘅啫。咁到成篇文章嘅最尾，佢就同你講啦，嗱咁學習要用點樣嘅心態咧？咁好啦，嗱當然人人有溫勸學咧都記得㗎啦，就係你係應該要係去累積啦，堅持不懈，唔好輕易去放棄啦，並且要專心致志，唔好咧係心思浮躁嘅。嗱咁啊特別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心思浮躁點解啦？其實咧佢嘅重點咧有少少似咧爸爸媽媽見到你讀書讀一陣咧就想走去玩手機啦，咁呢一啲其實就會俾人鬧心散㗎嘛，係咪啊？咁呢一個咧更加似咧就係我哋今時今日講你讀書專心啲，唔好心散 ，OK？ 咁啊嗱，最尾嗰一個段落咧，依舊係用咗好多嘅比喻啦。咁其實大家咧要喺每一個比喻入面咧，去揀翻到底佢係對焦緊啱啱我所提到嘅邊一個論點，咁唔難處理嘅，攞個文本出嚟睇下得㗎啦。咁但係咧特別要留心嘅咧就係邊一個係有講到天賦呢一個問題咧？因為成個勸學入面咧，其中有一個重點咧，佢就係同你講到啊，天賦對於我哋學習上面嘅影響啊，呢一個影響咧係有影響，但係冇影響咩意思咧？個有影響嘅意思咧就係解的而且確，阿荀子佢係承認嘅。即係棋跳一下，同呢一個驢馬排一下，好明顯嘅距離都唔一樣啦，係咪啊？咁我哋當刻可能見到分別嘅，但係並不影響最終嘅結果，因為可能你天賦唔係太夠嘅，但係唔緊要嘅，花多啲時間，其實你一樣可以得到咧你所想要嘅嗰個學習嘅成就同埋結果。OK， 咁啊嗱，咁啊荀子勸學呢一度咧就同大家溫咗啦，咁啊接住就到下一篇，各位努力了。